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wish 大 everyone 家 good 早 health. 安。今天早上的课程也就是这个轮回过换的这一部分。
那么刚刚法王讲了一些，法王说这些讲了一些藏文的藏版之中的一些错误，所以呢，法王说就不需要在这里用这个中英文翻译，因为这都是在藏文文法上的一些错误，所以如果翻译出来的话，都是云里雾里的，大家也不可能清楚的了解到。所以主要是在讲这个地狱八热地狱的这个煮烧和灌铁水的这些一些文法上的一些错误，所以在这里就不用翻译。然后接下来继续昨天的这个正文部分，也就是八寒地狱。八寒地狱即巨袍地狱、袍列地狱、紧牙地狱、阿啾啾地狱、赫赫婆地狱，列如青莲花地狱，列如红莲花地狱，列如大莲花地狱。此亦如云。其他巨袍地狱等即是八种寒地狱，这些地狱位于何处呢？位于此南瞻部洲下方诸大地狱的旁边。彼等感受什么痛苦呢？可以从声明的理由共同来宣说。最初二者因遭受男人的寒冷，使身体出现水泡，并变成赤袍裂状，是由身体的变化而立名。中间三者因遭受男人的寒冷，由声音的变化而立名。皮肤呈青色并裂成5或6瓣者，即列入青莲花地狱；皮肤由青色变成红色并裂成10瓣或更多者，即列入红莲花地狱；变成深红色并裂成100瓣或更多者，即列入大莲花地狱。后者这3者也是由身体的变化而立名。彼等受量有多久呢？薄伽反对这些但欲而已。诸比丘，譬如此摩羯陀国，可容纳80颗芝麻的一个屯子，盛满芝麻。然后有人每过100年向外抛出1粒。诸比丘由见此故，摩羯陀国80颗屯子之芝麻无余，穷尽已是最快。我不说生于巨袍地狱，诸有情的寿命穷尽。诸比丘如是之20个巨袍地狱为一个袍列地狱，由此诸比丘如是之20个列如红莲花地狱为一个列如大莲花地狱。阿者里世亲简要宣说了比喻。芝麻其中每100年取出1粒至穷尽，即使巨袍地狱寿余寿渐增20倍，因此巨袍地狱为一个芝麻屯。袍列地狱则为20个，紧牙地狱为400个，阿啾啾地狱为8000个，赫赫婆地狱为16万个，列如青莲花地狱为320万个，列如红莲花地狱为6400万个，列如大莲花地狱为12亿8千万个。那么孤独有情地狱是由众多或2或1或别业而成，彼等种类差别众多，其处所不定，处于水中、山上、旷野、余处或地下。有的则居于人身之中，即如圣目犍连所见，如是如生护尊者于旷野中所见。此地狱寿命不定，有情地狱之痛苦宣说完毕。所以在讲到这个八寒地狱的寒冷的时候，很多的引导上是在宣讲引导文的时候，他们都会说这个会把这个赫赫婆地狱放在会把这个赫赫婆放在紧牙地狱之前。但是呢，在解脱庄严宝论之中，会将这个阿啾啾放在这个紧牙地狱之后。
当然，这有一个说法，也就是说，一旦一个人在非常寒冷的时候，在他还没有发出很冷的这种哀嚎的时候，他的牙齿会非常的抖，所以牙齿会收紧，所以会将这个紧牙地狱放在阿啾啾地狱之前。所以呢，在这个解脱庄严论的其他一些版本之中，会将这个八寒地狱之中的第八地狱，也就是这个烈如大莲花地狱，把它写成是如莲花般大烈，所以有这两种区别。但是在它的寿命之中，也就是这第八地狱的烈如大莲花的这个地狱的受限，在这个有一些的版本之中会讲说是12亿6000万，但是在这里在解脱庄严论之中就提到的是烈如大莲花地狱的受限是12亿8000万。恶鬼分为恶鬼王阎罗和随属恶鬼，彼等位于何处呢？恶鬼王阎罗位于南瞻部洲下方500由旬之处，随属恶鬼于旷野等处不定而居。随属恶鬼分为3类：对饮食的外障恶鬼、内障恶鬼和饮食障恶鬼。彼等感受什么痛苦呢？有些具有神通的恶鬼亦可享受如天之福。对饮食具外障者，看见饮食为脓血，或看见别人阻挠而无有饮食自由；具内障者，别人虽然没有阻挠，自己也不能饮食。如饮有者口小如针也，腹如山丘，鸡所缠，虽得少许不进物，然无享用之能力。饮食障也有2种，具火焰慢者和食污秽。
起初者在饮食时即会燃烧，第二即食粪、饮料和割言自己生肉，这也是如咒心极尊者在旷野中所见。恶鬼的寿量有多久呢？人类的一个月相当于恶鬼种的一昼夜，按其年月计算，则寿量为500年。亦如云，恶鬼月日500年。旁生的分类有多足、四足、二足和五足4种。它们位于何处呢？乃水中、平原和凝寂诸行境，而注意之根本则是大海。彼等感受什么样的痛苦呢？即被御食的痛苦、被宰杀的痛苦和互相吞噬的痛苦。起初者即被人类占有的诸旁生，如云毫无自由，受人打、鞭打、鞭抽铁钩等御食。第二，即诸野兽等，如云有因珍珠有阴毛、血肉骨皮而遭杀。第三，即诸大多数居于外大海者，如云面前食物随意吞。旁生的寿量有多久呢？不确定，个别者最长者也有至一个终结的，此一如云，旁生最长一终结。恶趣之痛苦宣说完毕。善趣的痛苦有3类：人的痛苦、飞天的痛苦和天人的痛苦。福赐人的痛苦有8，如入胎经中云：如是生亦是苦，老亦是苦，病亦是苦，死亦是苦，爱别离亦是苦，怨憎会亦是苦，求不得亦是苦，艰难守护所有亦是苦。所以呢，在讲到这个人类的8苦的时候，像经典之中所引用的这个8苦，有一些这个引导文之中所讲的是这个第8苦是受生孕苦，所以呢，但这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因为呢，这个受生孕苦已经在第1苦生苦之中就已经提到，所以说呢，在第8苦不应该是这个受生孕苦，而是艰难守护所生的这个苦，也就是艰难守护之苦。所以我觉得在此里这个难守护可能更为确切。像伽玛拉希拉尊者也在这个8苦之中提到的时候，将这第8苦将这个难守护作为是第8苦之中作为这个人类的第8苦。所以在这个高阿阿西的这个他的一个这个论述之中也讲到，是这个第8苦就是这个艰难守护之苦。
其中生亦是其他一切之根本。经中虽然宣说了由四生处而生，而大多数则由胎生。就此而言，最初由中阴领入胎也有如是痛苦。所有的中阴身都具有神通，在虚空中游行，并且如天影般对于遥远的投生之处也能望见。夫次因业力故而出现如是颠倒显现，譬如大风刮动，大雨倾泻，天空昏暗，听见众人嘈杂可怖的声音，出现如是之行径，依照其善恶业而出现了10种颠倒想，即想：我入无量宫，我登楼上，我生床座，我入草庵，我入夜舍，我入草丛，我入林内，我入墙孔，我入离间。这样作意，在远处亦望见父母交媾而前往彼处。另外，诸积极大福德而取高贵深处者，望见无量宫或楼房等，便急趋彼处。诸积极中等福德而取中等深处者，望见茅草房等，便急去之。诸为积极福德而取下劣深处者，望见墙洞等，便急去之。至彼处后，如是自己投生为男，便于母生贪而于父生嗔；如是自己投生为女，便于父生贪而于母生嗔。经中说以贪嗔二者，使父母的不净物与中阴神识合，此后38周将住于胎中，也有于8个月、9个月或10个月间住胎的，有的则不确定，60年间住胎者也有。第1周时在母胎中，如在滚烫的铜锅中蒸煮煎炒一般，生根与神识一并感受强烈的痛苦，彼即名为结罗兰，其形状如同周肢或烙皮。此后第2周从母胎中亦产生所谓变触风，触及子宫，因而4界现前，彼即名为额布陀，其形状如同绸络或泥书。此后第3周从母胎中产生所谓作业风，触及子宫4界明显现前，彼即名为毕尸位，其形状如同铁柱或蚂蚁，如此类推。在第7周从母胎中产生所谓旋转风，彼触及子宫，因而出生双手双脚，那时出现觉得被力士拉扯肢体，而另一人用棍棒抽打的痛苦，如此类推。在第11周从母胎中产生所谓现窍风，触及子宫，因而出现9窍，那时有心疮被手指抠起般的痛苦。另外，母亲饮食不均衡而服用冷食时，有被赤裸泡在冰块上般的痛苦。如是食物过辣或者过酸等也会产生痛苦。进食过多时，就有如同挤在岩缝中般的痛苦；进食太少时，就有如同悬吊在空中般的痛苦。若急走、跳跃或跌倒，则有如同从山顶上滚下般的痛苦。多行淫欲时，则有如同被刺棍鞭打般的痛苦。在第37周，因了知子宫故产生不净想、臭秽想、黑暗想、灵无想、厌离外出想。在第38周从母胎中产生所谓极花风，此风即使彼胎位转变而趋向产门，那时有如同被置于铁旋轮上般的痛苦。如是这期间被犹如热与极热铜锅之胎热所蒸煮煎炒，28种不同的风触摸动摇，因母亲的食物等精华而增长发育，从结罗兰位直至身体完备。此亦如入胎经云：初从结罗兰乃生出肉袍，肉袍生必失，生见难转变于生头即死之。众古具成身，皆从业因有。此后产生所谓下世风，此风使身体头倒转向下，手臂伸展而向外出生，那时有如同从铁眼中被拉拽般的痛苦。有的是胎死腹中而出生，有的是与母俱丧。再者，彼出生落地时，有如同被抛进井际洞中般的痛苦。擦拭时，过多胎膜有如同被强菱角刮蹭般的痛苦。长期住于胎中，如此的疼痛大小，如此的宽窄，如此的明暗，如此的静与不静。现在即便是一个贪心再大的人，若说他在不净根中居住3天，
封闭坑口，3天之内赠予三两黄金，任谁也不能。而胎苦较比更甚，此意如地址说云：极恶臭气，裸身至。极其狭窄昏暗居，入比如遇胎处中深进卷缩，受大苦。如果于此诚信，应心想，即便入胎一次，亦谁能？劳苦也是无量的，简而知有10种，比即身体完全变化，头发完全变化，皮肤完全变化，容色完全变化，能力完全变化，威严完全变化，福德完全变化，健康完全变化，心识完全变化，时日已是接近生命尾声。其中身体完全变化，往昔的身体挺直坚实，变成了弯曲驼背，要依靠拐杖；头发完全变化，往昔的头发乌黑如同阴色，变成了白色、秃顶等；皮肤完全变化，往昔的皮肤细腻柔滑，如同瓦拉纳西的细布和旱地的丝绸，变得皮糙肉厚，堆满皱纹，如同铜锅环的哺乳。容色完全变化，往昔的容色流光溢彩，如同初开的莲花，变得青黑灰白，如同凋萎的莲花。能力完全变化，往昔的能力和热情已经变化，因体力疲乏，任何难事亦不能为力。因心力衰退，对何事亦兴趣鲜少，因诸根能力衰退而不能持敬或持为其他。威严完全变化，往昔他人称叹，恭敬已经变化，较以低劣者也轻侮藐视，无关之人亦不悦意。孩童威胁大，成了子孙的大累赘。福德完全变化，往昔的受用和口腹全都衰减，身体不觉温暖，口不觉甘美，特别是想吃那些没有的食物。寻找者和馈赠者也很难有。健康完全变化，因最大之病老病到因最大之病老病到来，其他所有疾病亦被引发而痛苦。心识完全变化，所有的话语转瞬即忘，变得糊涂错乱，时日已是近生命尾声，呼吸窘迫，并出现失喘声，因诸行稳顿而趋近死亡。此亦如圣方广大庄严经云：老使妙色不可议，老劫威严能力衰，老觉安乐痛苦生，老至死亡亦夺言。
病苦也是无量的，若归纳只有7种，比也有剧烈疼痛带来的痛苦，猛烈外科治疗的痛苦，服用辛热药物的痛苦，遮止所欲饮食的痛苦，顾及一生情面的痛苦，资具耗尽的痛苦，忧虑死亡的痛苦。此亦如圣方广大庄严经云：百多疾病笼罩苦，扭曲人去等恶鬼。死苦也是无量的。教授大王曾经云：大王如是为了十足之力歌赤众，远离骄慢，无有归靠，无有医护，无有救护，为疾病烦扰，口干言变，手脚颤抖，无能为力，口水、鼻涕、小便和虚吐染污身体，发出失喘声，为一生所舍弃。于卧处最后睡卧，轮回相续隐没，为阎王使者恐吓。气息断绝，口鼻张开，舍弃此世间，前往他世界，永远消逝。入大黑暗，堕大险处，被大海冲走，为夜风所吹，前往无有安宁之地，无有应分财产。呼喊：呜呼妈，呜呼爸，呜呼子！大王当彼之时除法而外，无有其余之归靠、医护和救助。爱别离苦，父母子孙等挂念者，死亡时会有悲痛、忧伤、叫苦、呼号等无量痛苦，怨憎会苦；遭遇怨敌损害时，会有争斗和殴打等众多痛苦。后2种痛苦则易于理解。飞天在与天的痛苦同分之上，还有我慢、嫉妒和争斗的痛苦。此亦如云：飞天嗔恨天福故，心中升起大痛苦。虞姬的天人也要感受到飞天作战的痛苦，贪欲无厌足的痛苦，气势被制服的痛苦，被砍割的痛苦，撕裂的痛苦，被杀害的痛苦，被兵除的痛苦，死亡的痛苦，堕落的痛苦。如云：天子将死时，有5种真相出现：衣服染垢，花蔓枯萎，两叶出汗，生出恶臭，不乐本座。色界和无色界虽然没有上述的痛苦，但因对于死亡和牲畜唯有自在的缘故，有取受恶趣的痛苦。如是之善趣于上界，彼等也将业力穷尽并堕落恶趣。所以此轮回处即是大痛苦之至性，犹如燃烧的房屋。入台经亦云：哎呦呦，此轮回大海乃燃烧之燃甚燃，最极燃烧故，无一众生不被烧煮。云何名为之甚猛火？此即是贪嗔痴火、生老死火、忧悲苦恼烦乱火，恒常之燃，无一从中得免。如是有了知彼等轮回过患，就会厌恶轮回的安乐。此亦如父子合集经云：若见轮回之过患猛烈升起厌离心，不为三界牢狱故，已经尽心作舍离。龙树阿哲里也宣说了如是之意。如云：轮回自性既如此，天人地狱恶鬼处，生于何趣皆不妙，当知乃为多害气。妙法如意宝解脱庄严论第5节宣说轮回之痛苦。